伫咧台北市建国北路和八德路口的建国美如厂，本地台北市政府呢要甲规划转型做美如文化园区。不过伫咧释法性有疑虑了后，却拢无结果。落被中央介入之下，目前打算甲这厂区的1/3土地，予北科大使用，其他土地呢，予台酒区企业总部。不过却引起附近居民不满，行去到行政院定证。 还我啤酒文化园区！还我啤酒文化园区！要50个台北市朱园里的居民也报条组织伫咧行政院头前大声发出因的诉求，抗议附近的建国美如厂原本规划要转型，成做美如文化园区，包括公园甲大亭会当休困甲行搭。不过即马都经按方提案，互居民是无法度接受。那我们地方呢，我们都唔知，从头到尾程序我们都不知道，为什么就这样的撤案了？ 已经危害了行政机关对国有土地的活化再利用的一个基础精神。建国美如厂面积有5.2公顷，有7个厂区办公室是市定古迹，有3大是历史建筑。美如文化园区的计划是伫郭文德市长任内提出的，不过后来发现违反民主法全冻点。迄当阵北科大透过行政院政委张景心协调。 今年7月，副院长陈文灿嘛介入，落尾手安排台酒，甲要1/3的土地，差不多1.600公顷交还予中央了后，提供予北科大来申请，剩的3.52公顷由台酒去企业总部。不过社区的民众认为这个举动无要以地方的民意，批评行政院误伤作业，要求院长陈建仁都爱收因的定证书。 这个也不是最后的方案，因为现在还要走程序，马上就会要公展。这个部分我会把大家的意见带回到院里面。目前这个方案是不是还在讨论当中？对，要报请财政部这边通过。因为我们是直属财政部底下的国营企业。行政院派代表把定证书收起来，嘛讲相关的规划还未定案，会阁讨论。 因为台酒表示，目前厂区的土地会配合中央的规划甲协调，嘛会好好沟通。记者综合报道。